有冇諗過啊？揀生仔啫，係咪？俾你揀生仔，你係侍者嘅話，你要揀啲咩人叫佢生仔？年青力壯有生育能力嘅，你要生一個仔，將來點咪得咯？但係佢而家揀邊兩個 case 啊？年紀老邁，一路都冇得生嘅，冇可能嘅。OK， 跟住瑪利亞咧，揀個未嫁，即係未發生關係，俾你揀都唔會揀呢啲咁樣嘅嘢啦，係嘛？揀都揀個有得生嘅年輕力壯啦，揀就揀年紀老邁已經冇得生好耐嘅，揀一個未嫁嘅，講緊乜嘢啊？你覺得冇可能啊嘛，係嘛？你覺得冇可能啊嘛？上帝就揀啲你認為冇可能嘅嘢，就成就俾你睇。就喺呢一度經文要問一個問題：關注啲乜嘢啦？撒迦利亞、伊麗莎白佢哋關注嘅係佢哋個人同埋家庭嘅羞恥不育，跟住佢為咗係要有兒子嚟到禱告，為咗咩啊？除掉人間嘅羞恥，呢個係佢哋嘅眼界。佢哋呢個關注有冇錯呢？絕對冇錯啊！絕對正常啊！但係使者嘅關注係乜嘢啊？使者關注就除咗你會歡喜快樂之外，你必歡喜快樂。但係使者關注係有許多人因為佢出世，亦都歡喜快樂嘅。佢要使到許多以色列人回轉歸於佢哋主嘅佢哋嘅神，叫為父嘅心轉向兒女，叫悖逆嘅人轉從義人嘅智慧，又為主預備合用嘅百姓，趕散心裏狂傲嘅，叫有權柄嘅失位，叫卑賤嘅升高，叫飢餓嘅得飽美食，叫富足嘅空手回去。呢個係使者嘅嗰個嘅關注嚟嘅。使者嗰個關注係乜嘢？唔單止係家庭咁簡單，而係整個嘅社會，甚至整個世界，甚至係萬代。生一個仔要諗萬代，咁長遠啊！係使者而家個眼界係諗緊一樣咁樣嘅嘢。從呢個角度睇，原來喺使者嘅角度裏邊，我哋生一個仔咧，生一個仔咧就唔係生一個家庭成員咁簡單。生一個仔係生乜嘢啊？係生一個社會嘅未來啊！